少卿啊，你家这个电视怎么开的呀？你放着吧，我来。快给妈打开。妈，您什么时候走？给你买票。我这还没打呢，着什么急啊？再说了，你都回来了，我不得留下来好好照顾照顾你？你照顾我？您这半辈子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您照顾我？哎呦，你看你那个嫌弃的样儿，你嫌弃我，人少卿不嫌弃我，哎，是吧，少卿？女儿不留我，自有留我处。要不阿姨就住……啊，是阿姨，我现在马上把客房收拾收拾。住我那儿，住我那儿。你走了，别打扰人一声，快走走。走了。阿姨再见。谁要跟你萌萌的晚安？妈，今天周末，你再让我睡一会儿嘛。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啊？少卿都等你半天了。走啊。妈，你干嘛一大早把外人往家里带呀你？少卿怎么是外人呢？哎，我这2天没事儿，哎，把你那黄毛衣给拆了。我想啊，给你们俩织一对围巾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天又不冷。我觉得有必要。我现在要出去打针啊，你们俩呢就把这个毛线给缠好啊，等我回来验收啊。阿姨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阿姨也是一片好心。你自己答应的，你自己缠。我今天没空。